黃泉逆仙錄第2部，殺神盟，作者阿暖。第043章，刺頭不能碰。哎唷！這時，一把女聲從江河那身後傳來，猶如銀鈴一般悅耳，名場面呢？堂堂兩大七星殺神，竟然轉角相撞了。那七星席位繼承自爹的就算了，河那哥哥，雖然你算是暴力搗亂型的潛行者，可也不能走路不帶眼睛，要是碰在一些刺頭之類的機關上，那怎麼辦呢？陷入對峙的周謙和江河那，才對上一眼，便被這來人給破壞了氣氛。插話之人從江河那的龐大身軀後面走出來，這是一名相當嬌小的女子，在周謙看來，這得跟明郡主量過才知誰高誰矮。此女服飾妝容，倒是讓人不可能錯認，太華麗了。刺頭麼？江河那和應着少女的話，像這種的，撞上就撞上了，大不了我就一拳砸過去，有什麼刺頭能挨得過呢？這刺頭指的就是周謙了，一來就很嗆人。河那哥哥，少女道，卻是不其然瞟向周謙，提你，明國境內禁武，畢竟我們是要去赴那殺神夜宴，就算名義上並非代表大宋而來，可要是在明國主眼底下犯禁，還是會為我大宋留下不好印象。這樣引申起來的漣漪效應，對大局影響實難以預料啊！這才是最嗆人的，就是擊了周謙後，對他保句：你再生氣，又敢對我們動手嗎？都差點沒來一句誰出手誰白痴了。啪！江河那一愣，他帶着不可置信的神情，低頭斜下一望，只見身高只到他胸口的華服少女，臉被歪到一旁，露出的那邊面頰漸漸燙紅了起來。掌印就在這大庭廣眾之上，江河那眼底下真的甩了那名叫查查的少女一巴掌。身為七星殺神的查查，更是目瞪口呆。你竟敢打我？查查道，就在明國主的皇城之前，忤逆了他的禁武令。這句話說得非常輕聲，甚至江河那也並沒即時發難，只是面色有如海浪翻湧。他在死壓怒氣，為何不當場指控周謙犯禁，好讓他麻煩上身？因為屈辱。只見周謙微笑攤手，身上並沒吹動過一丁點的修為。對於查查輕聲指責，不承認卻又不喊冤，就是一副你奈我如何的表情，沒有手影可找，根本不曉得是怎麼打的。這才是江河那和查查無法發難的原因。難道要公告天下說，我大宋江河那還得借明國的禁武令，才能保住身旁貴妃的安全？要是周謙受不住言語挑釁，直接撲來，主動討戰，這還罷了。人家明擺着是偷襲，你還無法找到證據，那能怎樣？江河那額鬢都滲出熱汗來了。這場子不能就這麼被周謙拿下，這將會成為被對方恥笑的材料，甚至這一幕將會傳遍各大走肆的說書話本中。這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了。我才撞了周謙肩膊一下，還要是意外，這得連累大宋當上話本裏的小丑嗎？想辦法拆解啊！江河那徑自越過周謙，要打開騎馬車的車門。這懷疑很合理，查查會被偷襲，以致瞞過他的感知，這肯定是利用了七星殺神馬車的隱蔽特性。除此以外，也沒有別的可能了。也就是說，掌摑查查的兇手很有可能還窩藏在車廂中。嘿，你怎能？不理會周謙抗議，江河那猛地把車門拉開，空無一人。周謙滿臉歉疚，也好，在下受辱一次，換來自身清白。可江副將又何必親自開門？這樣你不就欠我一次親身的道歉？這可是誣衊衛國周公子之罪啊！說是抹黑衛國國品也不為過。江河那死咬牙，打已經被打了，這下還得對行兇者道歉？他出道以來也沒受過如此委屈，更別說
他可是堂堂半部武聖。周謙算什麼？滿打滿算，通完中期，正得要撕下面子，給周謙拱手認句錯。我這時好死不死，殺神馬車生起了一點點的動靜來，可動靜並非來自周謙的馬車。只見江河那的那部馬車呈現間歇性的詭異晃動，就好像被誰悄悄潛入了一般。哦，周謙這時故作意外，江副將要找的人，莫非是在自己車裏？江河那終壓抑不住，滿臉漲紅。有人在他眼底下傷了自家貴妃娘娘，而兇手竟窩藏在自己馬車中，這說出來是多大的笑話？畢竟兩部馬車就大辣辣停泊在皇城前的廣場上，這時已被江河那死死盯着。如果裡面有人，那是絕不可能逃走的了。可江河那這時嘆氣了，他恨不得在地上拿起塊石板，給自己頭顱狠敲一記。蠢啊江河那，你是吃錯了什麼藥，才上了這周謙的當？他這一手，我在陳留城一戰時是見過的啊！可被玩到這個地步，江河那還得順着周謙的劇本，把這鬧劇演員他繞到另一邊，把自己馬車的車門打開。一隻巴掌大的老鼠從門縫竄出後邊躲到車底，消失不見。原來是老鼠。周謙道：還好查查夫人的俏臉沒有被刮損呢。可老鼠是瘟疫之源，在下勸夫人還是得好，好洗乾淨才行。這一身衣服也最好燒掉吧。查查這時才知道臉紅，被誣衊自己臉被老鼠親了，還得被這個無賴妄想自己全身衣服被燒光的樣子。他這位從小被人寵大的金枝玉葉，當然沒曾被這樣羞辱過。最讓他不甘的是，這都是自己找來的。這邊查查羞憤到渾身戰慄，說不出話來。可這時江河那已恢復了冷靜，他徑直走到周謙面前，不說借口，不拐彎抹角，拱手朝他來個深深的彎腰，讓周公子見笑了。河那向你賠罪，望公子不要見怪。連周謙都不得不心裏暗讚，這江河那的氣量不錯。周謙抬手把江河那扶起，既然河那你都這麼說了，此事就此結過吧。這小誤會並不會影響我倆的交情。連江河那霎時對周謙都生起了一絲好感來，這人還算豪爽，沒有乘機大做文章，找我們麻煩。可轉念又想，我跟此人有何交情可言？查查那巴掌，難道就得欺騙自己，認定是被老鼠打的？河那啊，周謙道，與人交往最重要是有來有往，對嗎？就好比當場道歉一事，你敬我一尺，我便回敬你一丈，這是人之常情吧，對嗎？對，那就好了。周謙話鋒一轉，那我就開始回敬了。你們說我的七星殺神頭銜只是繼承我的得來，這我承認，而且很自豪。在下可是沾了無雙殺神周翩翩的光呢？就像河那你一樣啊，年輕了30年的周翩翩，這是世人送你的外號嘛？咳，這也不錯，只需要再努力30年，你就能及得上我爹了。加油！江河那咬牙死忍，都感到口腔內有血腥味了。啊，對了，陳留城重建順利嗎？啪裂！江河那腳前石板給踩出裂紋來了。河那啊，當日我在陳留城前看着你一力拒敵之餘，還同時在指揮救火，救回了不少陳留百姓的家園性命。從那時起，在下對你的印象就很不錯了。還好當時化身呂布的我，還能忍住沒把你殺掉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不能讓我爹在30年後連一個堪打的對手都沒有啊！江河那渾身輕甲都在燙紅冒煙。明國禁武，你注意一下。周謙越過江河那，你氣息凝聚太濃，已引起皇城守將們的注意，別讓他們小瞧了大宋武將的紀律性啊！然後周謙來到查查面前，你已經很努力了。他伸手摸了摸堂堂大宋貴妃的頭顱。那4時大迷中還算是不錯，就可惜本就差一隻才練成。
而如今又再少了一隻。周謙抬手，三指拈着一個薄瓷茶杯，笑納了。他把茶杯收入懷中，可惜此杯量小，不夠我平日喝茶的，就借花獻佛，送給齊郡主好了。他最近好像對解釋茶道真理，對此杯肯定很有興趣。夜宴上再見。說罷，周謙才悠然從正門走入皇城，直到周謙身影消失在視野裏，江河那才能勉強壓下怒氣，轉過頭來，急步走向茶茶。需要療傷嗎？他替茶茶仔細察看臉頰，應該不會留下疤痕，這純粹是蠻力打來，未有吹動暗勁。這廝偷襲手段詭異，竟能在我眼底下行兇，是我的無能。可我也很意外，你在跟他對峙前，怎麼連一點護身手段也？怎麼可能沒有？我的四時大迷蹤被他看破了。這時茶茶才抽住江河那胸甲，木現紅根地低施着發洩12花神杯，對他曝光的次數太多了，肯定是我把一套次品借給林凌素時惹的禍。那套次品只靠陣理自行吹動，沒我親自主陣，被破了也不奇怪。可破了就破了，還被這周謙心破了當中的陣理，不然那一巴掌怎能近得我身？還有連我的6月杯都被他拿下了，我不赴宴了，我得回去潛修。12隻花神杯沒全部練成，我查查就不出山。而進入皇城範圍裏的周謙，悄悄給懷裏的獅山鄉村徒來了一記彈子，別笑得那麼誇張，我都感受到圖卷的微戰了啦。周謙暗罵，畫卷裏的魔頭正在放肆大笑，爽啊！跟了你小子之後，一直在啃硬骨頭，就今天才得以初嘗甜頭。破迷陣打女人，而且還全身而退，把那2條送狗耍得團團轉的，這才是寓工作於娛樂啊！原來這化成一股陰風，得了查查巴掌的正是陳峰，也是江河那猜得對，能這麼光天化日行偷襲之事，肯定是借助了殺神馬車的隱匿屬性。而話說回來，當初江河那和周謙那記肩膊撞肩膊，也正是由於雙方停泊的馬車，才會造成所謂的視野盲點。不然堂堂7星殺神，也會在大街上冒失撞到人，豈不可笑？而至於江河那打開車門卻沒遞着兇手，人家摸頭來的，透門透窗而出入馬車，小事一遭，要跑的話，也就化成一縷小陰風，借馬車底下溜走。再從周謙副管傳回到獅山鄉村途裏，對方又能怎麼找到把柄？而那老鼠嘛，陳峰的備用零食一直被他撞在懷中，這便把他放出來頂包。當然了，這一切操作都是靠着殺神馬車的掩護，才能順利完成。所以說，周謙自語法寶沒有大成，就別急着出來行走江湖嘛。要是查查拿着的是完整一套的12花神杯，別說今天的事了，恐怕當日陳留大火一役，我就得成為宋國的階下囚了。不過聽說查查只有16、7歲，年輕氣盛，也怪不得他了。這下碰到了我這樣的刺頭，還讓他以後學乖了呢？哎，虧本了啊！本章節完。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黃泉逆先錄第2部或殺神盟。目前原文進度以每星期3章更新，歡迎訂閱電子版本或購買實體書。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。